明仔載就是5日節啊！這中華鹿港除了咱這陣現場看到的老辦公園，也有一系列真精彩的活動，親像是鹿港的龍山寺，逐年攏會舉辦靈王節，敬拜靈王，祈求地方風調雨順，嘛保庇這白靈圳的活動一切順遂。另外，這鹿港人佇咧這5日節的時陣，是有食煎茶的傳統，這是一款古早味的食食，用這款方式迎接5日節。熱烈的鼓聲準備要來迎靈王。中華鹿港逐年佇5日節白靈圳比賽進前，攏會舉辦靈王節儀式，由鹿港龍山寺的靈王、甲鹿港天後宮的水仙尊王出巡護持，祈求活動圓滿順遂。今年拄好是龍山寺靈王中屬60周年，廟方閣特別邀請麥寮宮環宮的靈王共同參與活動，熱烈滾滾。因為麥寮參咱龍山寺，因為阮的開基祖師是同一位哦，所以阮有一個緣緣。阮這個兩廟的情誼，阮去甲邀請講吼啊，咱來一個雙龍會，讓這個地方的盛事啊更熱鬧這樣子。鹿港龍山寺表示，迎靈王尊神的活動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。一開始5日節迎靈王是為着拄疫病，後來廟方參白靈圳比賽結合，擴大舉辦靈王節活動，有採集了境祈福，嘛有隆重的祭公儀式。靈王吼帶着遮龍舟佇路林甲了境，像較早共款祝福啊，消除疫病祝福吼，遮居民之外呢，行到天後宮的時候，會去請咱的水仙尊王祭公的活動，希望講比賽順遂啊，人員嘛攏順遂安尼。鹿港5日節除了有傳承100年的靈王節，閣有一項真特別的習俗，就是5日節拜祖先一定攏愛傳煎茶。豆菜甲韭菜，你若是往傷靠傷頂。煎茶有分鹹的甲甜的，鹹的是米粉攪豆菜甲韭菜，甜的是加糖。啊，那鹿港人食煎茶，相傳是和女兒補天有關係。古早流傳就是講5月做水，煎這面煎茶咧補天。煎茶吼，啊嘛人講煎刀，這以前古早人講落來是因為這女媧補天的故事啦吼，所以呢，甲這煎茶米粉啊煎到安尼糊起來，安尼補天的一個緣故啊，你這是一個當時流傳落來故事。鹿港5日節唔鬧熱烈的白靈圳，閣有食煎茶等等在地特色習俗，豐富的文化活動，唔鬧民眾祈求平安順遂的心願，嘛代表鹿港的生活基地。和5日節唔那是一個節日，閣較是地方文化展現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